聖經詩篇116篇嘅13節，我要舉起救恩的杯，稱揚耶和華的名。呢度係相當寶貴嘅一件事。當詩人經歷咗神嘅拯救，經歷咗神嘅保守帶領，一切嘅好處嘅時候，佢向神嘅回應係要舉起救恩嘅杯，即係話要讓神嘅救恩能讓人能夠知道傳揚神嘅救恩，傳揚稱揚耶和華嘅名，呢個係相當寶貴嘅事。今日我哋信咗耶穌基督之後，我哋有冇真係將福音傳俾人聽？話俾人聽要信耶穌，求主幫助我哋。耶和華嘅名係值得被高舉，值得被稱頌嘅，因為只有佢能夠拯救我哋。求主幫助，教導我哋真係曉得舉起救恩嘅杯，將神嘅救恩嚟到高舉，讓更多人能夠認識耶穌基督做佢哋嘅救主，好得無比。我係鄧英善牧師。